后来继续来看嘉义民雄的一路酒家，骑车过80档路，厝主申请到文化部的补助，把这个老酒家转型，将做一间生药书馆。嘉义县执行老厝再生计划，14案得到文化部建物征收补助，4案得到文化部经营租金的补助。其中14栋的老厝以传统工法修旧如旧，这嘛是文化的传承。建筑物也有生命哈，那这个169家公司来80档哈，还是把它护旧。那我想就把很多的记忆民雄人的记忆就放在这个地方了哈。嘉义县文管局进前伫一路酒家办成果展，导览的人一直为大家介绍一路酒家的特色、甲修理工范，并且讲这个建筑物估计伫1943年进前就存在。经过无同款的时期，开过酒家食堂，每一个阶段内面的样貌拢无同款。完成修理了后，除了成立药书馆、电视药学室，卖重建酒家的房间的空间，和游客实际体验。